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潘哥，我今天搞到这个喉结，我们老表他们这两天搞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些喉结巴不巴适啊？啊，嘿，上面有点灰尘，看到没有？前头有很多那些人想拿回去做收藏、做摆件啊，这些就没得毛病了啊！看到没有？这块有17斤多，这块儿，你看这块儿。12斤多，这块有12斤多，看到没有？12斤多啊！这些来势得很。来这块最大的这块，看哈，这个就是22斤多的那块哈，漂亮不啊？我们大山上的哦，悬崖峭壁上面采下来的啊，100年喉结、1000年喉结哦啊！有没有晓得那个喉结是做什么用的啊？漂亮不？有没有喜欢的啊？有喜欢的给你们搞一套过来，要不要的啊？